好啦，今日嚟到第17條噶啦噃，17條佢就話呢一個係一個平行四邊形啦，呢個面積係32，呢個面積咧係58，咁就問你呢個面積係幾多？咁你驟眼望咧都冇嘢做啦，不如加線啦，好冇？加線，加條線喺度。OK， 加完線之後，由於呢兩個三角形係一個相似三角形，所以如果呢度係1嘅話，我就 let 呢度係 K。如果呢個係32嘅話，呢個就係32K 二次，明唔明得到？明得到嘅話咧，我哋會話一旦兩條邊平衡，佢乘佢就會等於佢乘佢。OK， 一旦兩條邊係平衡嘅狀態，我哋會話任何兩條邊乘埋咧都會等於佢哋兩個乘埋嘅，兼且佢平衡嘅話咧，兩塊面積係相等嘅，兩塊面積係相等嘅，即係佢乘佢係等於佢嘅二次，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呢個係一個通用嘅武器嚟嘅，所以我哋會話咧，32乘32K 二次咧係會等於呢一個問號嘅二次嘅。換言之，問號就係開方32乘32K 二次，即係32K，即係32K，即係呢個係32K啦。好啦，呢度係32K，呢度係32，呢個係58嘅話咧，我哋就會話平行四邊形對角切開嘅兩份面積係相等嘅，即係32K 二次加32K 咧係會等於32加58嘅。多方面01啦，32負32加58 ，K 係1.25，仲有冇？或者係負2.25，負2.25係唔要嘅，因為 K 唔可以係負數，否則面積就係負數。K 係1.25嘅話，咁就搞掂㗎啦。呢一塊面積咧就係 K 嘅二次啦，乘翻32，答案就係50 B boy。